进前是咱台湾职棒投手张志佳，今仔来传出讲伫咧中国过往的消息。杀行李将职棒投手张志佳的妈妈甲姐姐下晡到通机场，准备直飞深圳。电话指讲，中国的朋友前一暝已经把小弟送去殡仪馆，因到位了后会先办死亡证明，再赶去殡仪馆见小弟。这是讲张志佳虽然有头疼的镜头，不过检查了后无问题。跨年时阵甲家后死神的时阵嘛无各样。他过世的前一天，就是跨年夜那一天，也跟他视讯了40-50分钟。隔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再打传讯息给他，就都没有回应了。所以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正确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。昨晚去深圳，张志佳的妈妈伫机场无接受访问，中昼伊伫台中接受访问的时阵，讲甲喉甜，表达真想要见后生最后一面。张志佳予人俄罗斯天才型的选手，2001年入选世界杯中华队代表，开始出名。决赛时阵先发，弯投完封日本队，搁靠陈金锋双击炮打败日本队。听到将队友熊熊死亡的消息，拄啊接任富邦悍将的总教练陈金锋讲，实在真唔甘。确实离开了，会让人觉得怎么样？难过吧？对啊，觉得还那么年轻这样子。张志佳一生起起落落，伫国际赛出名了后，过当年加盟日本职棒西武赛队，一直到2006年，互人释出，再转来台湾加入中华职棒蓝鸟舰队。不过过当年，就因为牵涉到职棒签缴案，互舰队开除，永远无要录用。尾也阁做过替棒间的学徒这工作，一直到最近，伫做高尔夫球的教练，初日传出死亡的消息，也互较早的教练林华为感觉真意外。非常遗憾啦，那也非常的可惜。那他确实是任何方面呢都有天赋啦，所以特别是在运动上面。确实的状况也犹太家属到中国了后进一步掌握。73岁张志佳，较早是天才球星，即马伫面册早都换做一张一张讲球的相片。伊死亡的消息，互球迷想到较早真得意的款，想到伊起起落落的人生，除了毋甘，嘛互人真怀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